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受掠前的祈祷。路加福音22章35节到46节。路加福音22章35节，耶稣搁甲门徒讲：以前我找恁出去，叫恁生地、女兄弟甲话拢免带。恁减有欠什么？因应讲拢无。伊就甲因讲：毋过现在有生地的就带咧，有女兄弟的嘛就带咧，无倒的就卖家己的外袍去买。我甲恁讲，圣经记载，伊互人算做不法的人，即句话一定就伫我的身上应验。圣经记载关系我的代志已经得应验啦。门徒讲：主啊，你看，遮有2支刀。耶稣应讲：到额啦。耶稣出去，照常去迦拿山，门徒缀伊去。到迄个所在，伊甲因讲：着祈祷，才袂陷落试探。然后，伊离开因，到迄石头画到遐远的所在，跪落去祈祷，讲：爸啊，你若肯，求你将即个杯甲我摕开，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着照你的旨意实现。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，来赞伊的力。耶稣非常痛苦，愈热切祈祷，伊的肝亲像大点火滴落地。祈祷煞，耶稣徛起来，倒去门徒遐，看到因因为忧伤煞困去，伊就甲因讲：恁若在困，起来祈祷，才袂陷落试探。默想，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到耶稣面对特别大的痛苦，伊的祈祷是深深的顺服，甲对上帝旨意的渴望。检查伊的心灵极其忧伤，耶稣要求选择顺服上帝的计划，搁为众门徒来祈祷。当咱面对挑战甲痛苦的时，咱敢通像耶稣安尼，放下家己的意愿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搁恳求上帝，互咱气力来面对这一切。今仔日，咱着向上帝祈祷，找求伊的旨意，搁对伊的气力找求安慰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伫上艰难的时阵，也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安尼，阮知无啥物困难甲挑战通阻碍阮来到你的面前。无论啥物处境，拢无法度阻止阮向你献上恶乐，因为你是信实，你永远掌权。祈祷恶乐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